唔知由幾時開始，大家放工放學行入茶餐廳或者連鎖快餐店，打開個餐牌，手都會不自覺咁震一震。一碟普通到不能再普通嘅豬排飯，加多杯凍檸茶，買單居然要60-70蚊港銀。最要命嘅係，當個碟飯端上嚟嘅時候，你用筷子夾起塊豬排一睇，薄到好似一張 A4 紙咁，擺落口直頭分唔清自己係咬緊嚿肉定係食緊炸粉。嗰一刻，心入面真係會有一句粗口衝頂，覺得自己直頭變咗一條游水嘅大水魚。但係與此同時，當你行過隔離條街，卻會見到另一個完全相反嘅奇觀。一間新開無奈嘅鋪頭門口，竟然排起咗一條長長嘅人龍，排隊嘅有啱啱收工嘅後生仔，有拎住餸嘅50-60歲阿伯，仲有一大班精打細算嘅師奶。佢哋咁有耐性喺度等，竟然只係為咗一份賣38蚊嘅平霸套餐。鋪頭草窗後面，幾位40-50歲嘅大媽對手冇停過，啪啪聲咁喺度現包現賣緊一粒粒圓滾滾、皮薄望靚嘅雲吞同水餃。冇錯，呢個就係近年喺香港遍地開花、掀起飲食界大地震嘅元記雲餃。呢個強烈嘅對比，背後正正折處出香港餐飲業一場戰狀為有嘅大洗牌。一邊係陪伴咗香港人幾十個年頭，曾經被譽為本地快餐神話嘅巨頭大家樂，交出咗一份利潤狂瀉接近70%，即係70%嘅慘烈成績表，正式跌落神壇。另一邊廂就係內地連鎖品牌用一種戰乎降維打擊嘅姿態，長驅直入香港核心商圈，甚至有風聲傳出，連本地一啲做咗幾十年嘅老字號麵檔，背地裏都頂唔順成本壓力，要偷偷向呢啲內地供應鏈入貨。今日我就同大家一齊拆解，究竟香港餐飲業發生咗乜嘢事？點解大家樂會行到今日呢一步？而元記雲餃又係靠乜嘢秘訣，可以喺香港呢個寸金尺土、租金人工貴到上天嘅地區，做到38蚊有交易之餘，仲要賺到盤滿缽滿？要講清楚呢件事，我哋首先要將時間倒流，睇睇大家樂呢個老大哥到底出咗乜嘢問題。對於好多喺1980年代或者90年代大嘅香港人嚟講，大家樂唔單止係一間快餐店，佢更加係一種集如意，代表住香港人當年引以為傲嘅高效率同靈活變通。當年邊個冇食過佢哋嘅招牌一哥焗豬扒飯？厚切嘅豬扒，酸甜適中嘅茄汁，炒得金黃色嘅飯底，加上面頭烤到腍腍地嘅芝士，行入去食一餐，簡直係平民階層嘅頂級享受。但係去到最近呢一兩年，尤其是踏入2024年、2025年之後，大家如果再去食大家樂，會有一種好強烈嘅落差感。好多網民喺討論區投訴，而家嘅大家樂已經唔再係以前嗰個肯為基層市民服務嘅平民飯堂。最直觀嘅感受就係嘢食縮水，價錢狂加。最經典嘅例子，莫過於晚餐時段嘅中式小菜或者鐵板餐，而家隨便叫個小菜套餐，屈啲都要60-70蚊。如果想食好少少，分分鐘要差唔多80蚊，鬼都算啦。如果質素保持到，香港人好多時都願意買單。終歸大家明白香港租金貴，但問題係質素出現咗斷崖式嘅下跌，塊豬排越整越薄，甚至被網民戲稱為燈影豬排，即係薄到可以透光。有時塊肉咬落去乾爭爭，完全冇肉汁，好似食緊柴皮咁。白飯俾得少，例湯淡茂茂，好似飲緊熱水加鹽。最令人難受嘅係服務質量同分量嘅雙重打擊。好多時你排完大隊拎到個盤，望住嗰碟分量少到連一個普通成年人都未必食得飽嘅嘢食，再望望收據上面嗰個60-70蚊嘅數字，真係會有一種俾人當係水魚嚟斬嘅恥辱感。這種消費者情緒嘅轉變，好快就直接反映喺大企業嘅財政報告上面。根據最新公布嘅財政數據，大家樂嘅整體利潤竟然出現咗驚人嘅大倒退，狂瀉咗接近70%。70%係一個乜嘢概念？即係話佢哋辛苦做一年，賺到嘅錢剩翻30%都唔夠。雖然管理層可能會將原因歸咎於經濟環境轉差、市民消費意欲疲弱，或者係大批香港人喺禮拜六日選擇北上深圳消費，但係我哋摸住良心講一句，市民北上、通街執笠潮，通通都只係外因，內因先係最致命嘅。當一個知名連鎖品牌為咗維持住自己對股東交代嘅利潤率，選擇最愚蠢嘅方法，即係一方面縮減食材成本，減少分量，另一方面又不斷加價，將所有壓力轉嫁俾本地消費者嘅時候，其實佢就已經開始將自己嘅死忠擁護者推走。香港人唔係冇錢，香港人只係唔中意被人當傻仔。當大家發現喺香港本地消費嘅性價比已經低到一個完全無法接受嘅地步時，大家自然會用腳投票。有人選擇每逢星期5、6日就衝上羅湖、復旦，去深圳食海底撈、食太二酸菜魚、食潮汕牛肉火鍋。而留喺香港嘅日子，大家就開始尋找其他可以代替嘅真正具備性價比嘅本地落腳點。正正就係喺呢個全港市民苦高價快清久倚嘅歷史節點上，元記雲餃好似一匹黑馬咁，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殺入咗香港嘅各大街小巷。如果你最近有留意，喺旺角、深水埗、灣仔，甚至係一啲民生住宅區嘅街市附近，總會見到一間裝修得明亮整潔、招牌用鮮豔顏色突出嘅鋪頭。佢最吸引人眼球嘅地方，唔係乜嘢豪華嘅裝潢，而係佢面向條街嘅巨型透明玻璃櫥窗。只要你經過，你就一定會見到3、4個年約40至50歲嘅大媽，着住乾淨嘅圍裙，戴住口罩同手套，手腳極之麻利咁喺度包雲吞。佢哋一手拎住張雲吞皮，另一隻手用竹籤挑起一大塊鮮紅粉嫩嘅肉膜，手指輕輕一捏，一粒飽滿好似元寶咁樣嘅雲吞就誕生咗。成個過程唔使3秒鐘。呢個畫面對於行經嘅師奶同阿伯嚟講，具有一種無法抗拒嘅魔力。喺呢個充斥住預製菜、中央廚房、微波爐等等嘢食嘅年代，當你親眼見到肉膜係新鮮嘅，皮係現成包嘅，連大媽額頭上嘅汗水都係真嘅時候，你心入面自然會產生一種根深蒂固嘅信任感。你會覺得呢啲嘢食安全、新鮮、冇花假。而最致命嘅一擊係寫喺門口張大宣傳海報上面嘅價錢，38蚊港銀一份套餐。大家要明白，而家喺香港38蚊可以買到啲乜嘢？喺中環或者尖沙咀38蚊可能只係夠你買一杯連鎖咖啡店嘅凍美式，甚至去茶餐廳叫杯凍飲都要加8、9蚊。但係喺元記38蚊可以俾你一碗熱辣辣、分量十足嘅現包鮮肉雲吞麵，或者是一大盤配埋秘製醬汁嘅半膠枝，有時仲會送多支豆漿或者一碟仔油菜。對於一個60、70歲每個月靠長者生活津貼過活嘅獨居阿伯，或者是一個要計盡每分每毫嚟維持家庭開支嘅全職師奶，呢個38蚊嘅套餐簡直就是黑暗中嘅一束曙光。所以你每日中午或者傍晚行過去，都會見到門口排到癲，啲阿伯師奶甚至會帶埋自己個保溫壺或者密實盒過來，一盒盒生餃子咁買返屋企擺落雪櫃，話要留返嚟做宵夜或者第二日嘅早餐。面對咁樣嘅攻勢，大家落嗰塊60、70蚊薄到好似紙咁嘅豬排飯，喺元記呢個38蚊啖啖肉嘅鮮肉雲吞面前，簡直就係被按掣對上無情摩擦。呢個就係飲食界傳說中嘅降維打擊。但係睇到呢度，相信只要係稍為有啲商業頭腦嘅朋友，心入面一定會浮現出一個極大嘅疑問：香港嘅租金貴係全世界出咗名嘅，香港嘅人工高，最低工資都加緊。一間開濟巷港鬧市街街角，人流量極高嘅鋪頭，要請好幾個大媽喺度現場包雲吞，每個月嘅租金加人工，閒閒地都要10幾2萬，甚至幾10萬港銀。佢每碗只賣38蚊，仲要現包現賣，扣除食材成本，佢究竟靠乜嘢賺錢？佢會唔會只係蝕本賺喊聲，純粹打價格戰？答案係絕對唔係。元記雲餃非但冇蝕錢，相反，佢哋背後擁有一套極其恐怖、精準到令人發毛嘅商業邏輯同供應鏈網絡。呢套玩法係傳統香港單打獨鬥嘅茶餐廳，甚至是像大家樂呢類本地連鎖巨頭都完全冇辦法模仿嘅。要揭開呢個降維打擊嘅謎底，我哋首先要明白乜嘢叫做偽現包同極致供應鏈。好多人以為元記雲餃既然叫現包現賣，咁佢所有嘅嘢一定係由零開始喺鋪頭度做嘅。如果你咁諗，你就太天真啦。大家試想下，如果由大媽喺鋪頭裏面剁肉膜、切蔥花、調味，再揀面皮，先不說時間根本不夠用，單單是香港食環署對於食物製造廠嘅嚴格衛生條例，以及需要佔用嘅廚房面積，就會令到成件事嘅成本高到爆炸。元記真正嘅核心秘密，在於佢哋喺內地大灣區建立嘅超地行中央工廠同冷鏈物流。你喺香港鋪頭見到大媽用嚟包雲吞嘅肉膜、素菜以及雲吞皮，其實全部都唔係喺香港本地製作或者調配嘅，呢啲食材全部都係由內地嘅中央廚房喺最嚴格嘅無塵標準下大量生產。豬肉係用幾千噸、幾萬噸嘅規模去採購，蔬菜係直接同大型農場簽約直供，麵粉係用工業化嘅頂級設備去揉捏。喺呢種大工業化嘅生產模式之下，食材嘅源頭成本被壓縮到一個連香港本地批發商睇到都會流眼淚嘅超低水平。然後呢啲調好味嘅肉膜同工整嘅雲吞皮，會透過每日清晨出發嘅中港跨境冷鏈物流車，源源不斷咁直接運送到香港各個分店。當呢啲食材去到大媽手上嘅時候，大媽需要做嘅動作其實只有一個，就係包。佢哋唔需要洗菜，唔需要切肉，唔需要去諗調味比例，所有最繁瑣、最消耗人力同空間嘅工序，都已經喺內地用最低嘅成本完成咗。奶媽喺運槍前面嘅現場表演，本質上唔係一場拼店，而係一場精心策劃嘅視覺營銷。呢個設計高明在邊度？佢完美咁利用咗人類嘅心理學。如果元記好似其他快餐店咁，將內地工廠包好嘅冷凍雲吞直接一袋袋運過嚟，然後由店員撕開包裝袋扔落滾水度煮，
香港人一定會覺得，切，又係預製菜、機械製品，毫無靈魂，而且冷凍過嘅雲吞，口感確實會大打折扣，皮會變爛，肉會變散，但係袁記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佢將最後一個，亦係最容易被消費者看見嘅步驟包，搬到咗前台。當消費者親眼見到肉饅被包入皮入面，然後立刻黏落磨到煮嘅時候，大腦就會自覺將其定義為新鮮現做，而正因為係現場即包即煮，雲吞皮同肉饅之間冇經過長期冷凍嘅破壞，煮出嚟嘅口感確實保持到鮮嫩多汁、彈牙爽口。袁記用這種方式既省事到了內地中央廚房大批量生產帶來嘅超低成本，又成功喺香港消費者心中建立起呢手工、新鮮、高質嘅高端便宜形象。這種將工業化同手作感完美結合嘅商業設計，對於習慣了傳統經營模式嘅香港飲食界嚟說，簡直就係降維打擊。講完供應鏈，我哋再嚟睇睇袁記喺香港嘅選址同面積戰術，呢個同樣體現出極高嘅商業智慧。傳統嘅香港茶餐廳或者大家樂呢類快餐店，為咗要容納足夠嘅生意額，鋪頭面積動輒要一兩千畝甚至幾千畝，因為佢哋需要一個好大嘅後廚來炒粉麵飯、燒味焗飯，同時亦需要一個好大嘅堂食區域，擺滿晒卡位同圓擺，等客人在裏面慢慢坐、慢慢吹水。但係就宣講，全四字坑最貴嘅成本就係空間，幾千畝嘅鋪頭，每個月嘅租金分分鐘要十幾20萬，甚至市中心要幾十萬。為咗支撐呢個恐怖嘅租金，鋪頭就必須要提高客單價。所以大家樂嘅豬排飯先會越賣越貴。反觀袁記雲教，你如果仔細去觀察佢哋喺香港嘅店鋪，你會發現一個好得意嘅現象，好多分店嘅面積其實非常之少，有啲甚至只有幾百畝。佢哋嘅鋪頭格局通常可以一分為二，最前線最顯眼嘅地方係大媽包雲吞嘅鼻窗同外賣櫃大，後半部分或者隔離先至係一個好逼好窄嘅堂食區屋。裏面可能只擺到幾張長條形嘅高腳凳，或者幾張細細嘅方大，頂多只能容納十幾20個人同時食嘢。袁記嘅商業核心其實從來都唔係做堂食，佢真正賺大錢嘅地方係做外賣同生鮮生水餃零售。呢個策略精明在於佢將香港最貴嘅堂食空間成本降到了最低。對於袁記嚟講，你買完一盒38蚊嘅生水餃返屋企煮，佢唔需要幫你洗碗，唔需要同你抹帶，唔需要提供冷氣俾你坐成個鐘，更加唔需要因為你坐喺度霸住個位而降低返大率。你買完即走，佢嘅平效高到令人髮指。而且生水餃外賣呢個市場完美符合了香港依家呢個經濟環境下師奶同家庭主婦嘅消費心理。一盒生水餃幾十蚊有20多粒，買返屋企，全家人可以食一餐，又健康又平過自己去街市買了自己包。所以袁記可以用幾百畝嘅細鋪，創造出甚至超越傳統2000畝茶餐廳嘅營業額，租金成本被大幅度稀釋。這亦都解釋啦，點解佢哋有底氣可以一直將價錢壓在38蚊呢個驚人嘅低位。當呢種具備中央廚房極地鮮盤加上藝現包視覺營銷加上高坪效細鋪戰術嘅怪獸級品牌，在香港街頭瘋狂複製，開到周圍都係嘅時候，受到最大衝擊嘅，除咗大家樂呢類連鎖巨頭之外，仲有大批喺香港默默耕耘了幾十年嘅本地老字號麵檔同傳統小店。最近餐飲界內部流傳出一個令好多行內人都覺得心驚肉跳，甚至有啲悲涼嘅消息。有知情人士透露，香港本地一啲做咗幾十年，一向標榜自家每日新鮮打製雲吞嘅老字號麵檔，而家竟然被迫私底下向呢啲內地背景嘅供應鏈工廠入貨。聽落去好似好荒謬，點解自己開檔做咗幾十年，連最核心嘅雲吞都要同人入貨？但如果你設身處地幫呢啲香港本地老字號算一筆賬，你就會明白呢個係一個幾咁無奈但又現實嘅選擇。喺香港開一間傳統嘅細麵檔，如果要堅持自己包雲吞、自己調配肉饅，你首先要請一個專門嘅師傅，或者由老店主自己親自動手。而家喺香港請一個熟手嘅餐飲員工，預算起碼要15000至2萬蚊港銀，加上依家全港都面臨請人難嘅問題，後生仔一聽見要去麵檔廚房做嘢，嫌熱嫌辛苦，根本冇人肯入行。好多老店主都已經60-70歲，對腳企到靜脈曲張，仔女又唔肯自首，除咗人工之外，食材成本更加係一言難盡。香港本地街市嘅新鮮豬肉價格高企，大蝦、雲吞皮樣樣都係錢。一間小店每日嘅採購量頂多就係幾十斤肉、10幾斤蝦，你喺批發商那裏根本冇任何議價能力，批發商俾你嘅價錢一定係最貴嘅。有人做過粗略嘅統計，喺香港如果完全用本地人工同本地零售市夠模擬型批發渠道嘅食材去包一粒高品質嘅鮮蝦雲吞，
單單是原材料加上分擔嘅人工成本，一粒嘅成本可能就要去到2-3蚊港銀，一碗麵放5粒雲吞，成本就已經去到10幾蚊，再算埋水電、煤氣、店鋪租金、洗碗工嘅薪水，一碗雲吞麵如果唔賣到40-50蚊以上，根本就係開一餐是一餐。但係當元記雲教喺你隔離條街開張，人家大大個招牌寫住38蚊一整套餐，仲要大把肉嘅時候，你呢間老字號如果賣50蚊一碗細細嘅麵，消費者好快就會覺得你食水深當人水魚。哪怕你用嘅係最傳統嘅大地魚湯底，哪怕你嘅麵爽口彈牙，但在絕對嘅價格優勢面前，情懷好多時都係一文不值。在這種生存危機之下，老字號要活下去，唯一嘅辦法就是向現實低頭，去尋找更便宜嘅原料來源。而內地那些已經做到極致規模化嘅餐飲供應鏈，就成為了佢哋暗中嘅救命稻草。佢哋發現，如果直接由內地嘅中央工廠訂購已經調配好、冷凍好嘅雲吞碗，甚至是直接訂購包好嘅半成品，其成本可能只有自己喺香港製造嘅1/3，甚至1/4。雖然這樣做會令到自家麵檔慢慢失去咗幾十年來引以為傲嘅獨門味道，甚至變得同連鎖店千篇一律，但在生存還是毀滅呢個終極問題面前，好多老店主最後都只能一邊嘆氣，一邊偷偷打開冷庫，將內地運過來嘅紙箱搬進去。呢個現象可以話係香港傳統手藝同本土餐飲文化在面對大工業、大資本時代洪流衝擊時，一個最真實、最殘酷嘅縮影。回望成個事件，由大家樂利潤大鐵接近70%，到元記雲叫憑值38蚊套餐排隊排到癲，再到本地老字號嘅暗中妥協，這背後真正乍釋出嘅，其實是香港整體社會經濟結構以及消費者心理一場深層次嘅巨變。在過去香港經濟起飛、遍地黃金嘅年代，香港人普遍崇尚精緻消費或者效率消費，大家收工賺到錢，去大家樂貪佢快，去茶餐廳貪佢夠鑊氣，多10蚊8蚊根本冇人會計較。那個時候，連鎖巨頭們靠住鋪天蓋地嘅廣告、標準化嘅流程，以及對黃金地段嘅冷斷，就可以舒舒服服咁躺在功勞簿上賺大錢。然而，當時間趕到今天，經歷了幾年環境嘅洗禮，加上整體經濟進入調整期，香港人嘅消費觀念發生了翻天覆地嘅改變。而家嘅香港社會正在掀起一場實實在在嘅反消費主義或者叫理性消費浪潮。簡單來講，就是4個字：驅破魔法。大家開始意識到，以前好多所謂嘅品牌溢價、情懷溢價，本質上都係消費者在幫地產商交租，在幫大集團嘅高層支付高昂嘅人工。當大家賺錢不再像以前那麼容易，當每一分錢都必須花在刀口上嘅時候，大家對性價比嘅追求就會達到一個前所未有嘅高度。網民們在社交平台發起嘅各種反水魚行動，對那些分量少、價格貴、態度差嘅本地食肆進行瘋狂洗版同抵制，其實就係這種群體情緒嘅集中爆發。而元記雲教等一大批內地品牌，恰恰就是在這個最合適嘅時機，帶着內地經過多年激烈內卷，已經磨練得極其成熟、極其殘酷嘅高效率商業模式，交落到嚟香港。佢哋用內地龐大市場配入出來嘅供應鏈優勢，去對抗香港高昂嘅原材料成本。佢哋用精妙嘅視覺營銷，去化解香港人對預製菜嘅抗拒。佢哋用極致嘅細鋪高坪效戰術，去解構香港高地租嘅神話。這已經不是一場簡單嘅好不好輸嘅競爭，而是一場全範圍、多維度、從商業底層邏輯出發嘅效率戰爭。在這種戰爭面前，如果本地嘅老牌企業依然固步自封，以為靠住一句香港製造或者幾十年老字號嘅招牌，就可以繼續一邊縮減分量，一邊調高價格，繼續把消費者當成可以隨意採割嘅水魚，那麼大家樂今天利潤狂瀉接近70%嘅慘劇，絕對不會是最後一個。商業嘅世界從來都是最殘酷嘅適者生存，誰能真正站在消費者嘅角度，在保證產品質量嘅同時，把價格做到極致，誰就能贏得老百姓手裏那張珍貴嘅選票。38蚊一份鹽巴雲吞套餐，背後藏住嘅是內地大工業供應鏈對香港傳統零售業嘅一次強大示範，亦敲響了香港本地餐飲業必須轉型、必須自救嘅宏亮警鐘。當大媽手裏那一粒粒圓滾滾嘅雲吞，如同雨後春增般出現在香港大街小巷嘅時候，香港餐飲業嘅下半場混戰，其實才剛剛拉開序幕。這場由一碗雲吞掀起嘅飲食界海嘯，究竟還會將多少和民熟悉嘅名字沖刷落神壇？而和民那些曾經引以為傲嘅本土味道，又能否在這場狂風暴雨中找到一條真正屬於自己嘅生存之路？這一切都需要交給時間，交給每一個正在街頭排隊，用實際行動作出選擇嘅香港市民，去給出最終嘅答案。